桃园的平镇呢，真侪社区大楼这水塔水一拢落，是影响到1200户的民生用水。台水公司是来解说讲，就是新进的人员的操作无细腻，毋才会去造成的。伫个拜五进前会甲水塔拢洗好清气，也若这千外户的水钱也会当来补偿。社区大楼的水塔跳水池出现黄黄的水甲白落的水质，不少人烦恼污染，拢唔敢啉。几天前就开始不要喝啊，拿洗东西还可以啊。上个月才清洗水塔，那住户在上个礼拜开始反映，奇怪，为什么我们洗完水塔以后，水怎么是这么浊的？桃园平镇区传出6栋社区大楼，差不多1200户居民的民生用水受影响。台水公司表示，为清气用好这边的水源，水公司定期进行自来水管排水工作。这摆是因为新进人员操作无细致，伫消防栓例行放水的压力差伤过大，扰动管内杂质，影响社区用水。目前大户黄水的管内自来水拢已经排除了。开关开大了以后呢，那个变成压力差比较大，所以水流速度就快，那以至于把那个管底的部分有一些泥把它扰动起来。恢复了，好，这样干净多了。水塔清洗了，领受王朝社区用水也恢复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台水公司已经派人巡查各大楼社区水塔甲跳水池，也承诺拜五进前会陆续完成水塔清洗，各补偿损失，适度减免水费。公司新闻，桃园报道。